志，甲咱这条心安那甲刀摕出来，真主人做主，来美化进步，咱美化咱的这个人生。所以呢，要安怎做？多学习，外美学要安怎做？咱逐拄仔有学校有讲啊，咱每一个人拢是佛，咱就是有佛爱做佛的代志，所以呢，把这个道展现出来。啊，这个道要展现出来，要美化，咱就是要甲咱的心境、言语甲行为，安怎做出有道啊，爱甲伊化伫咧咱的生活当中。所以庙祖有甲咱讲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初心直了成佛。啊，要成佛真正就简单，就是安怎做佛的代志，甲咱人应该做的爱做对吼。所以咱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咱的良心本，咱的良心本性。所以呢，这讲话有甲咱讲哦，上宝初发心，心道有义。啊，就是安怎讲，咱若甲这个道展现出来，啊，这条路上莫乌白行，就直直甲行落去，行到最后一步，毋好到尾最后起步的时阵，甲踏无起去哦，已经甲踏好起去，这个时阵咱就有法度成道吼。所以咱即摆来想法来讲，咱这个本心是啥呢？咱出世的时阵，有人咱的三字经有甲咱讲：人之初，性本善，非骨气啊，自之心。啊，年仔大家拢有学过吼，小婴儿出世的时阵，你家饲牛奶，伊敢会通食？袂啦，因为你差不多30cc、50cc 就食饱。你若搁要讲吼，要食较济啊，会大汉较紧的，你家饲咧，伊即摆会安怎？咽吐气味，对吧？大家应该有经验。啊，年仔你人生了水后摆老的也是少年来甲抱伊拢安怎？拢无要紧，对无？啊，毋过呢，伊若4个月、5个月，伊咧认人的时阵，咱的色心出来的时阵，伊会要互你抱无？无啊。所以咱的良心本是上当初是拢一切拢是安怎公平的，袂贪心，对。慈悲心是安怎一视同仁吼，一视同仁。所以呢，咱观世音在阮伫咧《伏魔真经》有甲咱讲哦。再论人道刚强伦理，仁孝利基，道化家庭。然后最主要就是父慈子孝，人间美景；孝贤门第，泽民德风。你也安怎父慈子孝，就是人间美景，大家有赞成无？嘿，咱来想看卖哦，学校昨昏看到一个故事吼，心内足感慨吼，就是有一个妈妈吼，因为叫3个后生弃养。啊，这个妈妈一气之下，就去安那按铃申告，去要告这3个后生。你感觉伊告的名目是啥物？伊要甲这3个后生偷厝税。啊，这个时阵就开庭啊吼，啊开庭的时阵，法官就问讲啊，这位太太啊，你要告恁3个后生，伊欠你厝税，啊，伊就问这3个后生，啊，你有欠恁妈妈厝税无？因3个拢摇头吼，无，我哪有欠阮妈妈，我都无甲租厝，哪有厝税？这个时阵呢，妈妈就甲法官讲啊，因有欠我厝税哦，每一个我拢安怎怀胎9个月，以及我都带9个月到10个月，我甲伊切9个月尔，大家拢欠我9个月的厝税。有赞成无？有啦，我嘛足赞成的。我感觉讲，这个妈妈真正，伊足勇敢的，伊就去甲法官讲，我毋是要为着这笔钱，我是要甲世人讲，这个子孙啊，千万不可安怎弃养父母，尤其是妈妈伊怀胎这9个月是偌辛苦，吼。啊，所以呢，学校甲大家分享，咱若父慈子孝。做爸母的对咱这个囝儿爱安怎有慈心，爱负责任啊，毋是安怎放牛食草拢无要管吼，一定爱管理。那个子不孝安怎父之过，所以咱一定爱会记哩这句吼。所以呢，那孩子要不要孝顺父母？一定要孝顺父母。可是孝顺爸
做好带做大金，毋是吼，咱要孝顺爸母，主要是爱家己安那，出于真心家己感谢，然后家己尊敬。你也无尊敬伊，食足好，穿足好，根本他们长辈伊希望来伊求的毋是安尼，伊嘛是要求你干那时常转来甲看一下，敲一个电话，甲伊安那甲问安一下，安尼伊就安那，伊就足欢喜的吼。所以呢，咱回归咱的赤子之心安那，毋是干那去帮助别人尔，咱厝里的迄阵活两尊佛，爱特别安那。特别甲照顾哦，吼。啊，过来第二个清净心宏伟道，甲拄仔有讲过啊，咱的本性本来就是安那清净的，啊无在座各位会足介意安尼吵吵闹闹的生活嘛。无。啊，咱若是来看老祖甲咱讲的哦，五行令人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烦。五色、五色，就是咱外口的武功是色啊，互咱会安那看甲眼花缭乱。有看到迄足水的，伊房子就好啦。迄厝吼，即摆是愈起愈水，豪宅哦，迄装潢。看咱有互你咧眼花缭乱，足想要安那要买吼迄个，迄豪车，即摆车吼足济吼，迄名牌百几万的，毋过车就是代步的工具，咱会后尾引诱去无？咱家己想看嘛，咱有去引诱去无吼？咱五音呢，咱会爱听人讲好听的话无？咱若甲人讲哦，你足好诶，你足够诶，若是人甲你指正讲哦，你安尼身材无好，你敢爱为着健康爱减肥，你会甲伊安那，甲伊生气无？嘿，咱家己想看卖吼，咱钱拢做爱听迄好听话，若甲咱指正，咱会拢会起情奋心出来无？吼五味令人看爽，食物件，即摆有足侪人讲的啥物叫吃货，捌听过无？或许你刚听讲啥物叫吃货，原来就是专注于吃，爱食美味，搁食啥物？网红上爱食迄足侪啥物网红名店吼，候选女儿要甲我分享吼。因为阮拢食素食爱做，拢会去追踪素食的网红名店哦。有一天呢，伊就甲互我讲妈妈，我订一间吼，评论足好诶，咱来食看卖。真的是有一点三角形哈。咱的口味已经做安那做清淡的，外面卖的素食，或许一直都有一个感受很油，第二个很咸，真的然后会做得很杂，或许也不喜欢所以呢，候选女儿就很失望，她说那还不如我煮一餐给你吃，这是真的哈。所以呢，或许只是要分享说各种的酸甜苦辣咸，咱都有尝试。可惜呢，我们要不要被它绑架？有时候是花钱又伤身所以呢，那驰骋甜猎就是伊一个讲猎人啦。古早的故事足侪咧打猎人是毋是伊也在发迄个杀心的时阵，伊是毋是会愈抬愈安那，目睭就变红，有没有？杀气很重，然后就丧失了什么？伊的良心本性，就一直要赶尽杀绝。这样是不是会造孽？会哦。那难得之货咧，咱会甲拄有讲到啊，足侪难得的，比如讲，食草的人爱食啥物？鱼翅，敢知影鱼翅是几代来的？迄是只啥物？大白鲨鲨鱼伊的啥物？伊迄个鳍而已一只鱼要有几片？无几片所以伊为着食迄几片，爱杀一只鲨鱼所以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恐怖，要破坏海洋生态？可是呢，咱知影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咱袂用贪心啊，贪亲戚啊，无贪求可是呢，
首领，下骹猩猩就是伊的猴子猴孙啊。有一天大猩猩就发现咧森林内底有猎人要来甲伊掠去卖掉嘛吼，因为食猩猩的猴脑，听讲变足聪明，所以呢，伊就甲伊遐个猴子猴孙讲爱细你伊即马迄猎人足巧的伊就准备迄啥物老酒，迄酒足香的，就伫遐要啉，酒味足香的佫伊做用准备一箱金丝是会不灵不灵的鞋就穿鞋其实迄箱鞋是安那，就是陷阱啊，伊甲搭起伫迄一个自然的锁柜，甲伊锁起来，伊只猩猩就去掠去。高文就甲伊遐个囝孙仔讲毋好讲会去掠去。可是咧，伊即马就猎人就甲遮物件，佫藏去啥物深山内咧。迄个时阵咧，伊遐猴子猴孙就发现，鞋有够水，酒有够香，恁感觉伊会去啉无紧啊，我啉一注啦，莫甲猴王讲咱啉一喙一看嘛会合啊。伊嘛去甲啉一喙，真正有香。迄鞋哪会遮水？会甲深无？伊嘛是甲深去。结果这个猩猩就会去啥物？猎人掠去。这个故事其实是要甲咱大家分享咱人咱拢知影遮个道理，毋过伫咧咱家己的时阵慎独，咱私底下的时阵，你有遵守遮个道理无？还是讲你私底下就甲咱今仔日来佛堂听的就好转来厝这个刀就甲囥咧佛堂，厝免伫咧厝嘛是搁做大爷，做少奶奶，敢是安尼？毋是较就是要甲大家讲，这刀就爱掉化在咱的心行为，所以你也袂贪心，诈骗集团电话来，你会互骗去无？袂啦，好像真昨嘛时常去诈骗集团敲电话，个人冒充迄法官，互他讲，你的电话互人盗用，你大家有收过这种电话吗？伊甲我讲你的电话互人用你即摆欠一笔钱偌济钱你爱紧仔去解决，无会安那，我即摆一个电话互你，你敲转来，你敢会用甲回这个电话？迄就是去互伊连线的，所以或许甲大家讲爱提出咱的智慧，爱打那个反诈骗专线，知无？去问，你千万毋好照伊互你的电话去敲，你敲去的就是互伊转去迄个集团的另外一个人，伊继续搁甲你骗，所以呢，师父甲咱讲三星四象同烧金五蕴六欲智能空，所以咱若莫贪，搁啥？三星四象爱甲扫无掉，三星大家知影啥无？学习一下。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过去的已经过去啊，咱敢有小叮当那个任意门，讲咱要转去迄阵拢过去啊，所以过去就过去啊。未来咧，未来还未来所以毋免烦恼遐济因为上天拢有上好的安排，所以呢，爱去安那，咱爱随顺因缘随顺因缘，输来的因，输去咱这个心就爱安那，甲放互清净，所以呢，咱来看咱的五蕴六欲，这欲望足济的咱在座咱kend都较歹势，因为我嘛歹势，我讲一下昆道的例子咱昆道上介意的是射鸡，对无？爱射鸡无？有的人爱射，有人袂爱射，互较骹无好，所以其实袂爱射。毋过呢，咱若咧射的时阵，领着比如讲这领衫有够水的啦，你会感觉我一定要甲买到手的。我也穿起来，你着家己去想这穿起来足适合我我一定要甲买起来。一直挂着咧心肝内，有无？会加减的有所以咱来想看卖咧顶咧厝度化生活转去厝，甲咱家己的衫橱开开，有几领衫是你目前会穿钱的，有几领衫其实你已经袂穿钱搁踮伫咧衣橱底，会记
舍离，因为年底嘛要到啊，吼，甲大家分享，互咱每一年拢有去断舍离我的衫掬吼，其实互咱做护理师，迄平常时的变数咧穿无济，因为阮拢穿这吼，所以你搁较济的衫，咱来想者一工，你敢有可能换3束？无可能啊，一家细米甲外出嘛2束嘛吼，啊一年365天，啊你有逐工拢穿无共吗？会有人咧穿，啊你家己算看卖内底有几束吼，咱无就穿着几束衫，你即束衫的应用率吼，或许啊，大家要买衫拢会去想一下讲，啊我买即束衫我大概会穿几遍，啊即束啊5000块以上，安尼是足无 CP 值的，会啊互咱就袂买啊吼，因为衫掬你会发现安怎拢安怎，衫掬永远无够用吼，嘿，所以分享完毕吼，回去大家会家己好断舍离哦，啊看着想要买的哦，千万爱心考量一下咯，嘿，好，啊过来咧，咱有人讲要改变命运啦，啊改变命运是安怎去互改运，还是去互算命先咧算命？无吼，啊在座有捌算过命的无？有去互算过命的举手好无？加减有吼，互较伫个还袂入道场，刚做护理师的时阵，伫个桃园嘛，捌对人去算命哦。然后迄个算命的足够哦，阮学妹甲我介绍的讲哦，学姐，迄足厉害的，伊会甲你算前世今生诶，有听过无？前世甲今生哦，会拢甲你算，啊大家会相信吗？互较听听的，其实互较到即仔感觉拢无准。啊，因为安那命是靠咱家己去安那去把握的，对吼。好，所以呢，咱先来讲啊，文殊主比有甲咱讲哦，你若毋知影反省啊，安尼你的修行就还袂开始。啊，咱修行已经有开始啊，有啥物？咱早暗有献香，有咧过图院忏悔，对无？有咧反省。啊，咱暗时要困呢，孟子有甲咱教哦，吾日三省吾身。也反省家己，啊，咱家己要困之前，敢会反省咱家己？有这个习惯无？互咱会有这个习惯哦，因为互咱的代志琐事太多，所以要困之前呢，互咱拢会家己反省。我今仔日讲的话有对一句，可能会去得罪着人，啊，就安那反省家己，后一遍就袂用讲坏第二遍咯。啊，所以呢，咱来修行爱为反省开始。所以呢，普贤菩萨嘛，甲咱讲啊，伊这个咒语啊吼，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往昔。咱伫佛堂新春晚，甲年底有一个啥物？悔过班，悔过。忏悔班对无？啊，逐年是毋是10口以上的日子，拢会去一个忏悔班？咱平常时咧接所有的爱改善的、爱忏悔的，伫迄个时阵就爱好好啊禀报。那互我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叫高峰圆妙禅师的故事。这个上师咧，伫咧宋朝，高峰圆妙禅师。但是这个上师呢，有一个修行有一个特色，伊知影伊家己修行的时阵，足够拄久的。咱大家也咧看文册的时阵，会做到拄久的无？嘿，有人笑吼，互咱大小摕着文册嘛是足想要拄久的吼。啊，看电视拢袂拄久吼，看手机啊嘛袂拄久了。啊，看册的时阵，文册经典的时阵就会拄久吼。啊，这个高峰圆妙禅师嘛共款，伊也看修行那个禅定伫遐时阵，伊就会做到拄久，所以伊就感觉安尼袂使。我要修道的人呢，我会用安尼拄久吗？袂使，所以伊就去一个悬崖的顶悬修行。啊，迄个悬崖的顶悬，伊伫遐修行，啊，无小心困去的安怎？会落落来啊？啊，落落来安怎？会无命对无？伊会警惕警惕自己，爱安怎？爱专心嘛，袂用困去。啊，伊就安尼就警惕自己，修的，有一天。伊会立现前，伊怎啊困去啊？请摇跋落去。啊，这下真正跋落去啊啦！大概那时阵，伫迄一半的时阵，
萨。哦。那韦陀菩萨是咱的护法菩萨，爱的菩萨嘛，就甲讲我救你的。然后那个高峰圆妙禅师，迄个时阵就心内就起一个骄傲的心。哦，我真正是足够的，我就是安尼修行，所以迄个连菩萨拢来甲我救啦。可是伊这个心念一生出来时阵，韦陀菩萨佫甲讲啊，因为你起一个啥？感觉的骄傲心，所以我韦陀菩萨500世有爱甲你安那，我爱甲你护法啦。即声伊是伊就我来无死，就佫继续，伊就咧想啊，伊就开始深深忏悔。伊讲安尼我是无应该起这个骄傲心啦，即摆安尼要安那？韦陀菩萨有爱甲我救安尼，我佫去你迄个悬崖。佫落过来，安尼真啊，必死无疑啊！可是咧，伊感觉袂使，我是爱继续安那爱拍拼，所以就佫爬起了。你感觉即摆敢有法度挡甲伊心道我袂落落来？真歹势，伊嘛是佫拄久啊即声惨嘛，伊心内想讲韦陀菩萨已经甲我讲过来袂救我，所以就讲伊命该如此，爱就安那就落来去啊。这个时阵，佫一半的时阵，佫出2只手，佫家接了。伊这时阵佫讲，啥物人救我？迄个韦陀菩萨讲，是我韦陀。伊就讲，为什么你袂甲讲你无爱救我吗？伊就讲，因为你安那，你忏悔，你的忏悔的会用消500世安那因果，所以我即摆佫救你。请你来安那？爱好好修行哦！这个时阵呢，经过第2遍啦，你大家感觉这个高峰圆妙禅师会好好安那修行无？所以尾啊嘛是有心道哦。这个故事讲到安尼，是要甲大家讲啊，咱人拢加减在生活中会犯错，加减，咱会想为什么互我会讲加减呢？咱虽然食素食啦，毋过咱有在座有做农夫的无？种作的。咱种作的时阵，有当时啊惊啥物虫会食咱的菜，所以你有可能会放一撮啥物药啊。这个药啊时阵会间接杀到别的生物嘛？很难不避免，也有可能，对不对？像互有当时啊要困啊，耳仔有人啊咧飞。毋过毋知互他手哪较厚，迄耳仔就放仔咧飞，就甲劈咧，惨啊！手红红，伊才放仔去互他拍死。佫互他其实起心动念是有安那有想要甲拍，毋过嘛毋知讲会较准嘛因为就伫迄耳仔一直甲你摸所以咧，咱就是无意中嘛是拢会犯下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过错。咱就爱好好忏悔，对无？所以呢，咱就爱想办法啦。即摆拜有耳仔有讲怎爱内放大所以互甲大家分享。咱无意中拢嘛是会做下无小心犯的错，毋过咱就爱安那实心忏悔所以就做甲咱讲伊讲回光返照，时常看家己的过错。就甲伊道就甲共款所以咱咧看家己的过错安那，爱详细看，看别人呢。咱怎爱去看别人对毋对会无？别人的代志，其实互我一直感觉讲修道真正是修家己，毋是去修理别人，安尼甲大家分享所以呢，无爱去修理别人，咱就爱有一个方法叫做中和之道，就是咱咧讲的中庸之道。你要用中庸之道来做处理所有的代志，你就会吉祥如意啦。所以咱来看中庸甲咱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咱生活中有7情有6欲，有喜有怒有哀有乐。咱生活中快乐的较侪，还是痛苦的较侪？你感觉快乐的较侪举手。快乐。痛苦的较侪无？免惊啦，咱即摆毋好家己家上去痛苦。互阮拢感觉，阮甲阮的学妹护理师学妹鼓励
安尼忧愁满面的。咱欢喜来面对嘛是一天24小时袂减啊。你快乐悲伤拢是在你这条心嘛，对无？好，所以呢，日常生活中要安怎来做中庸之道呢？咱先来分享一个国王，有一个国王呢，伊做国王以后，有一遍战争无小心啊，失去了右手跟右脚的一半吼，所以就变做什么？人讲的残废嘛吼。啊，搁呢，伊搁感觉讲吼，我应该把我的画像留下来，所以就去伊的国家里面找那个画家，伊就甲伊的画家讲吼，我希望讲我的，伊迄个时代无照相机啊，所以就讲我希望你拢甲我画一幅我的图，互我会拢流传落来。啊，第一，这个画家就甲画哦，伊就想讲，无右手没有了，安尼去画起来是有缺陷吗？所以这个画家就甲画安那，有手有脚拢足完美的。啊，国王看到的时阵，你感觉伊敢会欢喜？迄个时阵，国王心内足艰苦的，伊讲啊，我着明明右手右脚都无，你为虾米要甲我画去？所以呢，伊就无欢喜，就甲这个画家关起来，莫讲甲斩头啦，我感觉伊真足残忍吼，伊无法度甲改变者，甲关起来，伊就要去找第二个，这第二个就想讲啊，第一个拢画起来，叫关起来，啊我安尼要安那？莫画着，第二个就过去莫画，啊，即声无画的时阵，国王看着，啊，搁较伤心啦，伊讲我原来就是遮缺陷，啊嘛是搁甲关起来。啊，即声讲要找第三个啊！你若迄个第三个画家，你要安那？画师你要安那？要画还是画？侧面的。画啊！你无画起来，叫国王搁关起来啊！啊，即声这个人就较有智慧，伊画安那？侧面。嘿啊，伊画侧面啊，画左边侧身，啊，甲国王画出来，啊，伊的侧身啊，所以伊的正边这边就无看啊哦。这个时阵伊有成功无？有哦，伊就成功啊，嘿，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要甲大家讲分享的吼，毋是童话啦，是要甲咱大家讲的。咱咧看代志，一个10块圆圆，安尼看是圆的对无？啊，你若当安尼咧，是一条线对无？所以呢，什么代志拢爱看四面八方，无干那看一面。啊，咱处理代志嘛是共款，千万不可一面之词，一面之词吼，台语袂认得吼。所以呢，一定爱安那，甲两边拢爱甲聊中隐恶扬善。咱爱讲人的好，毋好甲人的歹安尼到处去宣扬。嘿，咱若会甲人讲，人会讲你这个人做安那。做八卦，有啊，有人讲吼，你这人就爱去讲人的闲仔话，所以呢，隐恶扬善，吼，咱就伫咧职场共款啊，毋爱讲人的善，毋好去讲人的恶，吼，好。过来咧，知因感恩爱报因，报因的，咱海故事有甲咱讲啊，咱修办道爱存着一份感恩的心，因为有感恩的心，甲捌怎啊，点啊报恩了愿。所以呢，咱甲咱就拢伫咧遮听课，所首先咱要感谢啥？上天慈悲啊，天恩师地啊，啊，过来咧，咱就爱感恩讲前现代地的奉献，咱甲有即间佛堂，有遮舒适的环境，互咱伫咧遮听道理。迄为个东南亚吼，遐迄感款人爱分享的吼，伊用一支手机啊，开迄荧幕吼 ，YouTube 类似这样子。架伫咧树干上，所有的因村庄来的修道的人，就伫咧树仔骹听人讲道理的，无通安那。像咱有遮舒适阁有电风有冷气，因就伫咧树仔骹，甲佛陀当初时讲法的时阵是共款的哦，是露天的，所以咱应该来做感恩的吼。那所以呢，咱修道的人拢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天地，感谢国家，感谢父母，感谢
谢兄弟姊妹，还搁要感谢啥？咱前年咱的因书，咱的点传书，咱的前年，所以安怎？咱同修就爱互助，对无？所以咧，咱来看慈悲心度众生吼。上师甲咱讲，有容德乃大。咱我着迄包容别人的心，你的德行甲有法度做大。这个德行呢，是你家己感觉我家己做有德行的吗？毋是哦，是人的感觉哦。咱是爱甲迄真正做出来。所以呢，师祖有来甲咱讲，以慈悲喜舍之心化贪图。慈悲喜舍，是那个慈呢，是安那，互人安那，互人慈悲，甲人帮助人，互人安那会用利苦得利，这个悲。那喜咧，咱平常时甲人斗阵，毋好爱比较，比较到尾后就会计较。所以呢，你要欢喜，日常会欢喜，就是爱不要比较。那舍咧。这个舍就很重要咱伫咧金刚经有甲咱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住。所以咱做出来的任何代志，甲上尾拢是爱安那，爱放下，因为这就是咱应该做的，毋是去计较这个功德。比如讲，咱逐个月会交爱心基金，你会去计算讲，我总总捐偌济钱啊？我还嘛袂记我到底。在财施了多少钱？无畏施嘞，你敢会去记讲，我扫几遍便所啊？还是记讲我摆几遍桌啊？袂嘛，咱做过就应该做的，就会甲放下，这就是无所住。所以就是爱写，写毋是甲写功德尔咱的法嘛爱甲伊写掉，上尾咱爱甲咱这个道画在咱的心上。甲拄有讲，迄主菜是用盐对无？盐嘛是画在伫咧遐食物咱的道嘛是画在咱这个心上。咱来想看卖做那个韩剧拢有咧讲迄医道有无？用道来做医生叫医道。做商人的呢，就有商道嘛医生有医道的时阵，你看迄医生也做够的，伊拢会收到一个匾额，叫做啥？匾额会写人心人数，所以一定要有生一个迄个心叫做人的心、爱人的心、清净的之心。伊才有法度安那得到人的安那，人讲的伊做有德行，带互遐有一个骨科的医生，互遐就做对伊做赞叹的。伊虽然做无用的。毋过迄有个较善食的人，无法度带伊住足久，出院要拆线，伊拢会甲约讲你什么时间你来急诊，我甲你免费甲你拆线。伊敢有甲大家讲我会甲免费安那吗？袂。毋过伊咧做的，去互较发现，我感觉讲这个医生做医德的，所以呢，咱的德行就是安那。伫咧日常生活，伫咧你的工作中，拢能展露出来。所以，咱的平常心来画啥物？心的起伏，然后质朴简单的心来画虚无，然后以踏实认真的心来画舒服。就是说，你遮安那真正去做，伫咧遮都甲大家强调，这道这个良心本是伫咱的自心，咱爱甲发扬出来。自心就有道，甲这个道。你的厝，互你的家庭嘛安那道化，互会水。咱家庭也会水的，咱这个艺人，咱这个社区都水，甚至咱这个社会，咱这个国家都会水所以呢，咱要来讲结论参悟学习修办道，就是咱道化生活的开始咱道化生活，咱拢知影爱有一个三不离，对无？不离经典，不离显地性，敢若不离不等，对。所以有道有班的时阵，大家就爱来参班，安那有助道来助道无互助互咧学习那个咧学习讲书要讲，楼骹无人，要讲互讲空气听班，所以学校真正今日做教阮咧在做
心念心灯啊。互阿公遮济，就是爱互咱即粒心有道，甲道摕出来，所以咱来即粒心甲点落光，点落去光，甲咱的本性展露出来。迄个地传说拢甲互我讲，咱的本性就是安那光亮圆灼灼，一炯炯光细细的哦。好，咱来开始哈，实践真理就是点光明灯。行善积德就是点平安灯，欢喜布施就是点旺财灯，救急救难就是点消灾灯，平心静气就是点吉祥灯，符合天意就是点如意灯。孝顺父母就是点幸福灯，夫妻互敬就是点美满灯，无声随喜就是点健康灯，慈悲不生就是点长寿灯，精进守戒就是点智慧灯。宽厚待人就是点善缘灯，一切真善美来自这颗心，一切对或错也是这颗心。轮回与受苦不离这颗心，成仙和堕落还是这颗心。台湾有感觉哦，咱即粒心足重要的，对哈？足重要呢。最后呢，要甲大家祝福，富贵双收，法喜充满。安尼过一个时间，互甲大家来分享一条歌吼。会晓唱的对咧唱哦。